好，来继续来看来自中南美洲的大只杜丁绿鬣蜥，过去是被当作宠物引进台湾，因为被弃养，离野外大量来生产，唔那损害到农作物，更加伤害到生态的平衡。尤其是伫中南部，即卖已经无法度控制了。但是政府因应的措施伫咧倒位咧？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大只杜丁专门跑去台湾中南部、台东市、彰化县、高雄市和屏东县，拢有大量的族群。这应该人家养的吧？这那么大只。它尾巴上面的裂啊，这些都是有逆鳞的，所以被扫到之后也是一样离开笼站。行政院公告修正，把杜丁列入去有害环境的外来物种。大只杜丁为中南美洲来的，过去被当作保卫动物引入来台湾，即马煞变无法无天的外来种。绿鬣蜥小的时候很可爱，颜色很漂亮，都是翠绿的。可是它可以长很大。出笼了，地上出笼了。一般的民众就不是很容易饲养，就会把绿鬣蜥就是往外丢。佫是因为风放杀，为了惊歹人的杜丁，一摆会当生20到70粒卵。野外大量生炭，互生态变甲真乱。一届生卵生咧1-20粒，啊不下一届就团咧1-20只啊，会好空啊！你要看迄空规个。哦，一摆迄款感觉袂知哦，甲你食10几丛。外来种其实之所以会成为入侵种，就代表它这边没有天敌，或者是环境非常良好，那它一定是会继续的增加。对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它到无法控制之前，赶快的移除它。我已经看到一只了。下来啊！往里面去！喂，在那里！看到歹人，杜丁开始走，走避的时间到啊！那个婆婆，那里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喙齿有够尖的，扣抓到杜丁，敢若身长到40到50公分。他们就是短期的爆发力很强，但是他们只要一跑久了，一定会追得到它。其实就算不用跑久，绿鬣蜥的时速也是比人慢的。头壳先过会拍喷，不过过无到1分钟，已经放弃抵抗啊！用上关水方法，一只慢慢抓。家己大学敢若今年就抓超过1500只杜丁，所共款抓袂离。亚兰，再跑过去，我踩住它，厉害！来看南台湾嘛是共款，5年来抓的量增加27倍。以屏东市冠军，今年抓8000多只，占全台湾超过一半。若是无紧解决，生态就会出现灾难。你要是今天不抓，万一它危害了其他物种，那这个后果谁要承担？这是必要之恶。抓过来种真困难，无啊简单。不过变做互因紧离开，煞变一个争议。搞了哦，这里也。今年有 YouTuber 拍影片，看因抓杜丁真死行。有爸爸带一口走死的人，用胶片啊弹杜丁，创下一天抓41只的纪录。毛民众等因抓杜丁抓真侪只的画面。事实上，民众看到杜丁，大部分拢是想要拍种港的杜丁，西两个树上密伫咧红木木的所在，若是无好好甲因抓，颠倒会甲因惊到，因就想要搬厝。而且即马学界宣扬用专业人道处理，无希望民众家己抓。它其实是因为人类不当的野放，然后造成这样的外来种的问题。希望可以尽量的受最小的痛苦的状况之下，能够让它安乐死。即马若是甲因抓到，大部分拢是甲因抬起来，或者是加温送杜丁离开。毛民众用真侪种处理方式料理杜丁，专家就警告，上好卖食野味的。这是一只绿鬣蜥它的寄生虫的量。经过解剖发现，9成野生杜丁，肠仔内底有几啊十只到几啊百只的外来寄生虫，对人体健康敢有影响？即马也无研究的数据，而且伊拢伫咧沟仔内底，食落去的农药、垃圾水有偌济，无人知影。绿鬣蜥它其实它的有很多这个大肠杆菌，还有这个
沙门氏杆菌的污染，那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未知的病毒的部分。大只杜丁的乱象这几年一直出现，私底下掠无办法，安乐死嘛是一个选项。不过想要真正甲因动静，向行嘛是爱整合各界意见，结合资源。若无掠因的行为互相干扰，就惊杜丁的生产量会愈生愈侪只。